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华视在地新闻》，我是徐英莹。新闻一开始来关心这个幼稚园的代志。讲起这个老师神经有够大条，发生伫苗栗后龙一间非营利幼稚园开学日所发生学生囡仔走出学校的代志。因老母伫厝内发现讲，应该伫学校这个3岁后生伫因家的门口伫哭，行一条吊监视器，发现讲因后生是为学校家己行回去的。当时有敲电话和这个学校的老师讲，这个囡仔去便所。 根本就唔知讲囡仔已经无去啊！中昼12点外时，一个3岁查甫囡仔，家己一个人伫大路边行，边仔完全拢无看到大人陪伊。伊家入去到一个社区的透天厝前面，然后徛伫门口吼。 就是有去签收邮差的信件，我出来，我开门之后，我才知道我小孩子已经站在门口，而且在哭了很久了，全身都是湿的，然后流汗这样，然后脸很惊慌，一回来就抱着我在那边哭。 爸爸妈妈看到家己后生好干的，真唔甘。迄个时阵，紧打电话学校的老师，老师第一时间竟然讲，囡仔去便所，根本唔知影，无去啊。今天如果真的小孩子在被车撞到一个狗囝嘞！ 爸爸妈妈真生气，唔敢相信开学第一天就发生这样离谱的事件。好在爸爸平常时带囡仔伫厝内附近咧洗，囡仔才会晓认路行回来。这幼儿园是伫苗栗后龙，校方嘛赶紧出面道歉。很抱歉，因为是开学日，所以进进出出的家长比较多，人比较多，所以那个安全门可能没有被带上。 校方解说，开学第一天，幼儿园真侪家长出入，只是小安全门可能无关好势，已经联络厂商，要赶紧换这自动锁的安全门，而且加强老师的教育训练。真幸运，这厝囡仔家己行出去，无拄到歹人，嘛无发生交通意外。若无老师一个疏忽的，就有可能是无法度挽救的伤害。